OK， 咁咧隨住港車北上大灣區嘅發展啦，咁而家我哋喺珠海啊、中山啊，周街會見到好多嘅兩地牌啊，真係越嚟越多啊。咁但係咧就話兩地牌，我哋知道咧都有分唔同嘅種類啊。咁就話我哋普通市民應該點去分辨佢咧？咁同樣我哋作為房地產業內咧，我哋都發現咗唔少嘅樓盤打住咧就買樓送兩地牌呢個促銷嘅活動。咁究竟係真係送優惠咧，定係其中有啲套路或者揾笨喺入邊咧？咁今日咧，我哋非常之榮幸咧，請到個資深嘅專業人士啊，200卡嘅前管理人員啊 Dicky 啊，我哋現時係我哋港車北上陽光保險最大嘅代理商啊，非常之榮幸請到你。OK， 大家係咁第一個問題咧，我想請教下 Dicky 啊，我真係做咗功課啊，冇介意我咪書啊。咁咧就話第一個問題就話，咁而家市面上買樓送嘅都係大橋牌。係啊，分享下你嘅睇法。係啊，係免費送㗎嘛。免費送。係啦，咁我想問下，同港車北上嘅分別咧？又係喎。咁其實即係都係一個係唔使錢都可以做到嘅，點解要使錢去買個？咁唔可能使錢，咁你港車北上搞落嚟都係幾千蚊嘅。幾千蚊？買份保險，搞個禁區紙就可以上路㗎啦。OK。嚇。咁就意思就你搞個港車北上就 OK，你冇必要搞個大橋牌，唔係咩意思啊？個問題係應該係你需要層樓定係需要個牌啊？咁又係。係啊。所以大家嘅諗法、初衷定位要係咪 ？OK， 好啦。OK， 咁 Dicky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你啦。咁而家我哋都知道兩地牌係分好多種類。係。咁我哋普通市民咧就話，我買層樓，你送嚿嘢俾我，咁我首先要知道呢嚿嘢值幾錢啊？係嘛？咁你話10萬蚊嘅嘢，你話價值50萬，咁我可能俾你誤導咗我，所以我買咗。所以我覺得咧，我哋嘅香港嘅市民或者係澳門嘅啲同胞都好想知道唔同嘅牌，咁佢嘅價值幾何咧？唔同嘅牌值幾錢啊？直接啲問嘅。明白嘅呢個問題。OK， 係。好多人都問呢啲問題。係。咁一般嚟講咧，黑牌啦，我哋叫做粵意式嘅黑牌啦，就分幾個口岸嘅。係。有港珠澳大橋嘅口岸啦，皇崗口岸啦，深圳灣口岸啦，蓮塘同埋沙頭角嘅口岸。係。咁個價值咧，如果你話大橋牌咧，一般就10萬蚊左右。係10萬。係。咁另外深圳灣啦，深圳灣市價就大概50萬左右啦。50萬。係啦。哇，好值錢啊！係啊。咁你沙頭角同埋呢個嘅蓮塘嗰啲30-40萬到啦。30-40萬。咁其實作為Dicky 都係香港人啦。我想問下就話你自己或者，但係仲有一個喎。皇崗係最貴嘅。皇崗最貴。點解咧？成8萬㗎。點解啦？點解？因為佢係24小時通關㗎嘛。即係亦都係最方便。方便。係佢個關口嘅定位係最方便嘅嘛。佢嘅地方最多。咁好啦，咁問翻轉頭啊，Dicky就話你都係香港人啦。咁企喺香港同胞嘅角度啊，咁一般情況之下，邊個牌會更加適合香港人用？哇！如果俾我揀，一定係深圳灣嘅。深圳灣係啊？點解咧？因為深圳灣可以行3個口岸。3個口岸。係啦。即係可以行埋晒。佢加簽咗港珠澳大橋嘅。係啦。佢喺朝頭早嘅6點半，至到夜晚嘅11點半，佢係行呢個嘅深圳灣口岸嘅。打後其他時間咧，就可以行皇崗口岸嘅。明白。好，我哋聽完阿 Dicky 嘅分享之後咧，我覺得應該有段説話應該要同我哋鏡頭前嘅聽眾去講嘅，所以話就話，既然係發展商送個牌俾你啦，咁第一個就話你首先要清晰唔同嘅牌，值幾錢呢個好重要，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既然係你要買層樓為條件送個牌俾你，咁你應該盡量去爭取一個更加值錢、更加便利嘅牌，呢個先係更加重要嘅問題。係啦。咁啊，Dicky啊，第3個問題啦，好嘛？咁近期我聽啲客戶反饋咧，都有樓盤咧，其實都有唔少佢哋同客戶溝通咧，係送一個所謂嘅高薪牌。係。咁咩叫高薪牌？咁你理解嘅係啲咩高薪牌？咁即係話佢哋講咧，就話咩叫做3無高薪牌？咁所謂嘅3無咧，我都問咗下啲師啊。咁佢係咁樣答我嘅，所謂嘅3無咧就係一個冇內外城啊，即係喺香港冇公司，喺內地冇公司，呢個第一個。第二個咧就係喺內地冇納稅，即係冇實際經營。第三個咧就係冇呢個高薪企業嘅執照。咁呢3種牌都可以辦到個車牌出嚟，即係呢3無車牌。3無。咁我想問下啦，衍生出嚟嘅問題，咁第2年佢點樣續咧？乜嘢文件都冇點續咧？即係意思就話佢冇文件，第2年續，續唔到。
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？咁佢續牌需要啲乜嘢？咁我都整合咗少少資料嘅。咁啊，例如咧，要有批文卡啦，要有承諾書啦，要有行駛證啦，要有驗車順豐、車輛登記嘅文件、所有人嘅證明文件，同埋香港嘅周年申報表，即係 CR 啊、CI 啊嗰啲。即係特別重要係第七個係第七個選項啊，因為香港公司嘅文件嚟噶嘛，全部都係。即係你咩都冇，乜都冇，可能嗰啲嘢係流嘅，係啦，甚至係有啲套路嘅。我唔知呢個唔清楚真係。即係第七項特別重要啦。即係你如果乜都冇嘅，你第二年應該係100%做唔到。係啊，因為你上到散廳嗰度，你根本就冇文件，你點辦呢？冇錯。咁其實市面上好多人辦呢啲牌。我都唔係好清楚呢啲。咁我哋唔為難 Dicky 啦，可能會涉及到呢個行業嘅潛規則。咁我講下我自己嘅睇法啦。咁可能係第一年得啦，第二年咧就唔得啦。咁你其實可能真係買個小產權，用我哋業內嘅說話，產權係冇買到嘅。OK，Dicky 咁咧就話我哋想邀請你啦，即係話同大家普及下如何去識別即係兩種唔同口岸嘅牌。咁我哋知道咧就大概可以分析兩大類嘅關係，一個係香港深圳口岸，係啦，同大家普及下呢個信息好嘛 ？OK， 嗱，咁前面係英文字咧，就全部都係新制舊制牌嚟嘅，舊制牌係啊，舊制牌。咁即係有新制啦，係啊，新制有咩唔一樣？新制咧就個英文字母去咗後邊。即係呢個就係深圳口岸。深圳6號口岸。OK， 咁大橋牌咧？大橋牌就係隔籬呢個。佢第二或者第三個係英文字嚟嘅，即係第二個冧同埋第三個冧，係啦，係字母，係啦，有可能兩個都係字母，係啦，明啦。咁佢哋全部咧淨係可以行港珠澳大橋啫。明啦，係啦。大家聽明白未啊？聽明白未啊？唔明白嘅可以後台私信我哋，冇錯，評論區好嘛？請教我哋嘅 Dicky 哥都得噶，好嘛 ？OK， 做呢度。咁咧聽咗 Dicky 回答我幾個問題之後咧，我哋真係收穫非常之多啊！咁作為 Dicky 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啊，從業時間咁耐咧，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，即係話係咪兩地牌有咩特別需要注意嘅？嗱，咁市面上咧就有好多牌嘅，咁你要留意翻以下幾點。其實低於市場嘅價值咧，開頭喺片頭都講過價值係幾多噶啦，嗰啲就唔好信啦。係啦，即係貪字就得個憑，係啊，係嘛，無啦啦點解咁大嚿啦？唔貪心就唔會上當受騙，係咪啊？係啦，OK，好。嗱，咁另外第二項兩地牌咧係需要有以下嘅文件先為之穩陣嘅。聽住啦，認真聽啦，認真聽啦。批文卡、行駛證、營業執照、香港持有股份或者係董事嘅 ND2A、CI、BR 一套，最好要有埋稅務證明。係。咁最基本要有以上呢啲文件，咁你部車喺第二年先至可以去散廳嗰度咧辦到所有續期嘅手續嘅。明白。少咗一樣都唔得。明白，收到大家收到啦mark 低截個圖記住係嘛？呢個係辦兩地牌最重要嘅一個 point，好嘛？OK，咁第四個問題Dicky 咁聽講咧有啲代理咧，即係稅個客咧，話將部車轉到去發展商旗下嘅公司，喂，有咁嘅操作嘅咩？你會唔會將一部幾十萬嘅車轉咗嚟人哋公司個先手先？真係，咁你咁樣講又啱，係嘛？咁好啦，咁咧就話幾個問題咧，我哋問到 Dicky 啦，咁片尾咧，我哋會將一啲相關於三無牌嘅一啲相關嘅風險介紹啦，同埋相關要孭嘅刑事責任啦、條例咧，我哋會話俾大家聽嘅。好嘛？好啊。OK，好。OK。